闹热大擂台呢？嘿，有去参加过比赛？有。也係乜嘅時期？我太後3年生、4年生嘅時間。嘿，侬會上到去參加比賽咯？因為這些時間就同校衝過啊，但係呢個時間吼就同校羅大佑。哦。古時我就羅大佑。萬歲偶像係羅大佑哦。哦，盧家的小鎮，我就安尼衝過，我就要安尼去學羅大佑衝過啦，安尼。啊，古時大家都感覺同快堂，安尼。啊，但係我真正參加了個鬧熱大擂台之後，學到咁多東西，比如講用板，同拿麥克啊，用去習慣了個天使台那種錄樣的節奏安尼。啊，最重要的就係講，評審很聽我。就我嘅歌聲係好嘅，確實會衝過嘅，確實會衝過嘅，唔係單唱羅大佑安尼。就講我真見有發圖講，我用我去改名，我有那個評審啊，那個比賽本我心情講，我有發圖用我嘅歌聲。好似㗎，一個人嘅歌聲，咩係可以嘅。就那個時間開始脫離安尼，一支叫嘅按到脫離安尼，叫較會順安尼。咁唔講比賽一定贏啊？因為以前留喺團嘛，啊一定贏嘅時間會緊張哦。會啊，就開始一定會緊張啊。嗰時候就就開始嘅時間緊張就會林碧如安尼。啊，林碧如比賽19號下，就實點就可能較。唔會緊張啦，因為我自家有妥瑞氏症安尼。哦。嗰時候就我感覺了個比賽經驗係本來一個同學一個訓練。